最近粵車南下又有新爭議，咁有內地車主揸住深色玻璃車入香港，俾部分嘅本地人鬧，好似外星人侵襲地球咁。點解？咁原嚟香港法例有規定，車嘅前擋風同埋前側窗咧透光率係要夠70%嘅。咁深色玻璃根本就唔合格㗎。咁但係內地深色玻璃就好普遍啦，又環保又隔熱，仲可以保護隱私添。咁全球其實好多地方都用緊㗎啦。咁香港呢條30年都冇改過嘅規例，最近就俾業界批評啦。粵車自動駕駛都係先進嘅技術，咁點解玻璃嘅規矩仲停喺30年前呢？咁立法會都有出聲話要檢討㗎，不過咧都有人會堅持話透光率低係會影響司機嘅視野，咁安全先係擺喺第一位嘅。咁其實呢場爭議咧係兩地交通標準融合必經嘅磨合期啦，相信咧以後會越嚟越好。咁大家覺得香港應該放寬玻璃透光率嘅規定啦，定係守住安全底線呢？歡迎評論區講出你嘅觀點。